每年農曆新年之後，香港人都一定會做一樣嘢，就係揀日開工。幾時返啦？幾時開始啦？老細會唔會派利是啊？幾時 send first message 啊？2026年咧，農曆新年之後啦，咁好多人會問邊一日開工會好啲。咁呢條片呢，我就會用西洋占星嘅角度，直接同你睇農曆新年之後有邊幾日、邊幾個時間能量係比較適合用嚟開工啦、開張。你唔使識占星嘅，你就係聽重點就得。第一個，亦都係最多人會揀或者被逼揀嘅，就係年初四，2026年2月20日。呢日呢個能量整體都算係幾好嘅，因為月亮係喺白羊座。白羊座本身咧就同新開始啦、行動力好有關係，適合用嚟開工、開張或者正式返工。咁其實都幾貼合農曆新年之後嗰種重新出發嘅感覺。呢一日最靚嘅時間呢，其實係1點10分左右。喺呢個時間，同事業溝通有關嘅能量都企喺一個好好嘅位置，比較有利於新一年工作開展順利。尤其是如果你係需要做啲傾偈啊、要協調啊、需要好多交易嘅工作呢，呢個時間係會順啲，等你唔使日日返工都好似年初四咁樣。大家都覺得意嘅位先，呢一日係星期五。星期五喺占星入邊呢，係喺金星守護嘅。金星中意靚啦、舒服啦、和諧啦，所以如果你想配合一下能量，可以着多啲綠色嘅衫，或者噴啲偏花香嘅香水，例如玫瑰啊、百合之類嘅。我哋 Stardust Symphony 星座香水處女座同埋獅子座之類嘅香水同埋室內香薰都有呢啲香味㗎。順帶一提呢 weekend 我一般都會 skip 咗唔講嘅，尤其是係星期六呢，唔會建議佢係攞嚟開工，因為傳統上呢，土星呢係星期六嘅日子嚟嘅。咁土星象徵慢啦、限制啦、責任啦。如果你想有一個比較有衝勁、有推動力嘅新開始呢，星期六就未必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啦。跟住落嚟呢，2月23號同24號，月亮會去到金牛座。呢兩日嘅能量呢，會比較偏向穩定、實在同埋同錢有關。如果本身你係做傳統行業、金融或者想有一個比較穩陣、慢慢行嘅開始呢，呢兩日其實幾唔錯嘅。不過要留意啦，月亮金牛座有陣時會帶啲慢或者懶洋洋嘅感覺。例如，如果你係做新嘅 business，需要一啲爆發力嗰類呢，就未必係最好嘅選擇。初創或者自己嘅小生意一般都想進取啲嘅，除非你已經好穩定嗰啲咯。23號咧就係星期一，星期一咧係月亮守護，可以着多啲白色衫、銀色嘅嘢。香味方面咧就唔好太重。如果有首飾嘅話咧，珍珠或者月亮石都幾啱嘅。24號就係星期二啦，星期二咧就係火星守護，火星象徵行動力、衝勁、開波嗰種一撻即着嘅能量。所以如果你揀24號開工，而你又想喺金牛座嗰個穩定之中加翻少少推動力嘅話呢，你可以着多啲紅色，或者用一啲偏辛辣提神嘅氣味，好似薑味咁樣啦。我哋白羊座香水裏邊都有嗰種薑嘅感覺，就好夾火星日啦。如果你係做溝通、教育、IT、marketing、媒體相關嘅嘢呢，咁你就一定要留意2月25日同埋26日啦。因為呢兩日月亮呢係雙子座，好適合做一啲啟動需要資訊流動啦、講嘢啦、學習嘅工作。不過呢，就要記住一樣嘢，喺26號上面呢，雙子座只係喺之後早有效嘅啫。到咗下午，月亮就會轉入巨蟹座，個能量已經唔同咗。所以如果你係揀26號開工呢，就要記住把握早上嘅時間啦。25號係星期三，水星守護，可以用灰藍色、七彩色或者用一啲提神嘅香薰，例如我哋 Scentl 聖木香薰系列。26號呢係星期四，木星守護，其實都幾唔錯嘅，可以多啲用藍色啦、紫色啦，果香味嘅香水都好夾。我哋星座香水系列天蠍座啊、天秤座啊呢啲咁樣呢，都係好重嘅果香味，都可以試下嘅。不過去到呢度有一樣嘢一定要同大家講清楚，就係由2月27日開始，水星會喺雙魚座逆行。其實本身水星喺雙魚座呢已經一個比較弱嘅狀態，思路好容易亂啦，溝通容易兜圈。偏偏唔好彩嘅係成個2月甚至去到成個3月呢，水星都一直係停留喺雙魚座。所以我建議如果你係有得揀嘅話呢，我會建議你盡量喺2月27號之前開工，
除非你可以等到4月先開工啦，否則咧就真係唔太建議用水星逆行嘅時間嚟做新一年正式嘅開始。點解呢？因為水星唔單止代表溝通同埋思考，其實都同文書啊、合約、商務交易好有關係。所以呢個影響係唔止影響打工仔㗎。如果你係老闆啊、創業啊、做生意嗰啲呢，對成個工作流程啊、同客戶嘅溝通都會有好大嘅影響。所以如果你打算揀日子開工，記住一樣嘢就足夠啦，就係盡量喺2月27號之前開始。日子講完，時間其實都一樣重要。如果你想揀一個最穩陣、最多人都用得着嘅時間呢，首選就係下午1點或者1點10分左右。因為呢個時間嘅好處係啦，同事業溝通有關嘅能量咧，都企喺一個關於事業嘅靚位，好適合用嚟開張啦、開工啦、send 第一封 email 啊、開第一個會啊，或者正式宣佈新一年嘅開始。如果你係做需要傾、需要協調、需要交易呢啲，仲要用腦、人際關係同溝通嘅工作咧，呢個時間會特別旺事業嘅。第二個就係朝早 around 7點或者7點3之前。咁如果你想早啲開始呢，就係呢一個選擇啦。不過要注意呢，就係時間唔好超過7點15分，因為之後嗰1-2個鐘呢個能量係幾唔理想嘅。呢個時間嘅特點呢，就係幸運比較集中喺自己嘅身上，但係同時呢都會帶少少夢幻啦，一啲唔好實在嘅感覺。如果你係做藝術、身心靈或者創作之類嘅工作，可以返工作室去開張啦，出第一個 post 啦，呢個時間呢都幾啱。最後啦，就係10點至11點左右。如果你嘅工作係服務大眾啦，或者同群體影響力有關，例如 KOL、PR、Marketing、Retail 呢一類嘅，咁早上10點至到11點左右就係一個唔錯嘅選擇。但係呢個時間咧，帶嚟一啲比較多安逸啦、舒服啦、穩定嘅感覺，適合同人接觸啦、建立關係嘅工作。不過如果你係啱啱創業呢，我就唔太建議揀一個咁安逸嘅時間。呢種能量呢，都會代表啲生意成長會慢啲啊，冇乜火花咁樣嘅。總結嚟講，百搭啲就係晏晝1點或者1點10分左右，偏向創作身心靈多啲呢，就係朝早7點至到7點15分，唔好遲過7點3。想做大眾或者市場導向呢，10點啊11點零嗰啲其實都 OK。至於開工儀式方面咧，其實都唔需要做啲好複雜嘅嘢嘅，可以 send 封 email 或者喺 WhatsApp 群組講即係新年正式開始啦，或者老闆派利是啦，都係一個好好嘅開工動作。如果你之後有一啲比較重要嘅計劃，例如結婚啊、開公司啊、開新 project， 想揀一個更加貼合你自己嘅時間，其實係可以結合翻你嘅星盤去睇嘅。咁樣呢個時間咧就可以更加切合到你想達到嘅目的同埋啱你自己嘅能量。咁有需要嘅話咧，係可以留言或者 DM 我。